唱歌對我嚟講係一個唔可以話係想將佢發展為一種專業或者一種事業，但係自從參加咗活動之後咧，特別係透過咗菠蘿 Sir 嘅教導之後，會慢慢學識咗其實點樣用喉嚨去唱歌啊，或者係唱歌嘅時候，特別係唱高音，佢有冇一啲技巧可以令到你自己把聲出到嚟係更加輕鬆啊，或者係更加順暢咧？呢一啲係我之前喺參加活動之前係冇學到㗎啦。講到最大嘅挑戰嘅話，可能就係菠蘿 Sir 教點樣去正確咁樣運用身體上嘅肌肉去發聲，或者係點樣去調停啦。當我哋唱高音嘅時候更加順暢啦。但係其實我喺練嘅時候，或者係佢指導我嘅時候，其實有時候都會 feel 唔到咯，即係需要可能去親手過嚟帶住我隻手之後，我先可以知道究竟我係邊一個肌肉需要喐動咧咁樣啦。以前嘅我會認為我唱歌係唔需要太過 care 自己究竟唱得好啊或者唔好，因為我都係同 friend 一齊唱啦，都係其實係唔會特別去 care 究竟呢首歌對我嚟講係咪真係有意義咧。但係參加活動嘅過程入面咧，我會 feel 到逐漸就係究竟我點解要唱呢一首歌咧？呢一首歌我哋究竟係想帶俾邊一個人嘅咧？呢一啲會俾我喺當我進行呢個活動之前去思考更多啦。同時間其實我認為喺呢個活動入面我都得罪咗好多啦，特別係識咗一啲 friend， 例如可能叫 Larry 啊或者 Yoyo。呢一個活動雖然話係教唱歌，但其實成個氛圍係好輕鬆啊，大家都係好隨和嘅，唔會令到我 feel 到緊張咯。咁對於未來嘅話，其實我都係非常之願意繼續去學唱歌嘅。當我知道原來我有啲知識或者有啲技巧可以令到我唱歌嘅時候更加順暢嘅時候，我其實會係更加願意去學咯。就好似讀書咁樣，可以再好少少，